请问2025年有真侪韩国团体不时会来台湾表演，无怪因对台湾足熟的。像这款情形，咱会使讲因是行走卡咧，还是咧驱便所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好，来，知影就紧来试落哦。一起来，起来。行走卡，行走卡，我捌听过这个词哦。嘿，有袂输咧听过。行走卡咧。行走卡，好，来，行走卡，行走卡对唔对？来，因为咱人拢啦，拢会枵塞啦，是，所以咱若伫厝内不时拢会去对去灶骹找食，啊，第三行灶骹顾巴肚啦，吼。所以一个所在你若定定去，啊，足适合人哋讲啥？哦，遮吼你袂输咧安那，咧行灶骹咧，吼。啊，这 Super Junior 是韩国足有名的这个表演团体，是因内底成员有安那个人来的，啊有当2、3个来，啊嘛有分队来的，来台湾已经25摆呀。哇！所以咱台湾有啥物好食的啦、好耍的，伊拢知，吼。啊，甚至佫会到台湾做西装咧，吼，啊去教堂做礼拜。所以呢，这网友啦，就讲因安那，因来台湾袂输咧啊，咧行走卡咧。